的第一次接触呢，是透过翻译钟哥巴的漫画，从中文翻译成英文。之后呢，我也帮科切拉媒体出版社翻译一本英文书 ，piece 翻译成中文，它中文的名字就叫《宁静》。同时，我也有帮一部门翻译一些网上的新闻。到之后，大概part time 兼职翻译1年过后，我就加入一部门，成为全职的翻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我从仁波切的文字里面感受到那份宁静和平和，然后里面有很多生活上的智慧，对我生活上是有一些影响，有一些正面的影响。然后我也很好奇仁波切，然后那时候对我来讲，或许不是一个心灵大师罢了，我可能会觉得他会像是一个国际上很棒的 CEO 首席执行员。以科切拉的整个团体的规模来讲，我觉得他能够运作整个这样的一个团体，不同的部门，然后国内外的宣传这些，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组织。然后我在心灵上就是除了我兼职工作的性质以外，我本身也得到一些心灵上的东西。我在翻译完不知道是第2本书还是第1本书的时候，科切拉媒体出版社的中文的主编郭叶怡呢，就转交了仁波切送给我的一个佛坠，那是钟哥巴的佛坠。因为我第1本翻译的书也是钟哥巴，但是我是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他送给我好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我都没有带，我只是放在家里罢了。去年9月的时候，我的孩子就面对睡眠上的障碍。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是幼儿园读书的一些压力，他的确也是面对一些适应上的问题。到后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面对的障碍就是有东西干扰他睡着晚上的时候，所以让他无法入眠，或者是睡眠半途中他会惊醒。到后来我基本上对这种我也不是不相信神鬼或者是幽灵还是什么之类，只是我不是我没有从那个方向认为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也一直以为他是做噩梦还是生活上不是功课，就学校的一些压力，所以我也没有往那个方向想。到后来他真正告诉我他看见了什么，他听见了什么，然后他的惊吓，我大概就知道是什么状况了。即使是白天他可能都无法放心的睡觉，晚上的时候会更糟糕，就是几乎你就是不用睡觉，你就要抱住他，可能到天亮，所以他到天亮6点过后他才会睡觉。所以那时候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时候的状况我看可能是我这一辈子里面人生可能是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我人生一直都很顺足，就是遇到那个问题。我孩子面对这个问题过后，我心里面是有自责，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为什么这样无知，就是对你四周的环境的认知这样缺乏，到你无法及早发现问题，然后让他面对心灵上这样子一个伤害。我甚至会认为他会不会是一个他这辈子无法磨灭的一些记忆或伤害。我还在想，我是不是需要去找辅导老师还是什么之类的，治疗他的一些伤口。最后我就找了一部门的主管，他那时候我也是帮一部门翻译，我就找了明贵。明贵同时也是仁波切的私人助理，他帮助仁波切是在占卦方面的事务。我就告诉了明贵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找了师父占卦，然后师父就马上帮我的孩子占卦，然后
当然，名贵有讲，就是今天你要占卦，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师傅的指示你要照，等于是功课，你就要照做，你不能可能就是半路不做，或者是没有完成，你就要照做完成，不然就是中间可能就会出现那个状况，可能会更复杂。师傅确认那个问题不是我孩子自己就是幻想还是什么之类，他讲确实是存在的，所以他说这个小孩是没说谎，他当然没有告诉你是什么状况造成的，他就是叫你解决，他的指示里面是很详细的，他教你什么解决，怎样做，念多少次，一天至少多少次，师傅都很细心的写，然后你照做就可以了。基本上你只要按照他的指示做，的确问题是会解决的。师傅给我的功课呢，就是要念10万遍的Duga， 就是大白伞盖母的心咒，然后之后念完一遍大白伞盖母，就要念一遍金甲一护法，所以就用念10万遍。基本上我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然后他的问题之后的确是也会有看见的状况，就是他特别在他可能就是正面的能量低的时候，或者是他会在学校面对很大压力的时候，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但是基本上他不会有那个恐惧了。当然，仁波切要就是你要告诉他怎样的一个状况，你不用害怕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基本上我们四周都有讲呢，人以外的东西存在这些。当然我就有给他解释，然后慢慢他也能够接受了。很多时候有了解，反而会让你更加没有恐惧。然后法会的话是每个月就是要去2次，但是我本身就是我每个礼拜都来。当时你可能不会发现那个好处，但是之后，我连续来法会半年过后，你会发现你在生活上的确是很顺利了。然后你本身面对生活上、工作上面对的障碍，孩子的障碍很大、很明显的是减少了的。OK， 我最后选择了佛教来解决我孩子的问题呢。最主要它是我和我丈夫都比较能接受的方式。然后我们就按照仁波切给的指示，然后一家人一起做我们的不管是来参加这个金甲一法会，或者是在家做我们的功课，然后3个人就一起做，然后那种感觉就是你是一家人一起面对一个问题，然后是3个人一起心连心的去面对，所以那个力量会比你一个人，或者是你选择了一条我能接受，但是我的丈夫或孩子未必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来得好。根据占卦的指示里面呢，仁波切送了一张小张的金甲一的海报，然后是特别念了咒的海报。有一天在朦朦胧胧一开始做功课不久，要睡着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像是人吧，就拿着供养品给金甲一，走向金甲一那个小海报那边，就在我的床边。然后同一个时候，我就发现海报整个亮光是红的，然后就伸出了一个手来，就是金甲一的手，就叫那个人停止，就是这样子叫他停，然后叫他不要再走进来。然后之后，朦朦胧胧几秒钟，然后我就睡着了。当然那件事情有影响，我的确是对金甲一的信心从那一次起就很强烈。当然我有什么心思的话，我也会跟金甲一讲，或者是我今天做了一些糟糕的事，我会跟他讲要求他帮助我在这条路上，世俗或者是灵修的路上，帮我净化我的业障，给我一些勇气走下来的路。开始的时候帮仁波切翻译，从文字里面，从克切拉的资料里面呢，
我对仁波切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棒的 CEO， 他不只是在管理上的才能和技巧，还有他有人的就是 PR 的技巧也很强。我从那些新闻里面、故事里面、个人的分享的故事里面发现这一点。到后来，我从外人到讲讲呢，我本身进入这个团体工作，仁波切可能对我的意义又有深一层的意义，就是他可能变成了我心灵上的导师。仁波切除了送我宗喀巴佛坠以外，我加入一部门过后，他也曾送过我一件丝质的棉被，然后我收到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刚加入一部门不到1个月的时间，那时候我很意外，但是我相信他送那个礼物自有他的意义，因为师父的礼物不只是礼物，它是师父的祝福和加持。我相信仁波切会送棉被给他的弟子或身边的人，自有他的道理。因为他在年少的时候曾经度过饥饿寒冷的日子，他并不希望他身边的人同样过这样的日子，所以他把爱和温暖透过棉被就送给他身边的人。最近仁波切也因为我的丈夫送了他认为里面装满爱还有感激的面包，然后就送了我们一副金甲衣的唐卡，然后让我们挂在我们的家里，加持和祝福我们，然后也嘱咐我们要好好的修持金甲衣法门。以往呢，我会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或是面对一些困难或障碍的时候，我会相当的沮丧，会觉得糟糕，怎么面对这样的状况，惨了，问题来了，我会属于比较紧张的人。但是现在可能我会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仁波切我记得他曾经讲过，你的因果其实就像纸杯，就是即用即丢的纸杯，你就喝掉它那杯水，喝掉它，把那杯丢掉它，丢进垃圾桶里面。就是喝掉那杯水的意思，就是今天挑战来了，在你面前障碍来了，你就跨过去，你就去面对它，因为它是即用即丢的纸杯，别人就不能用了。如果我把那杯水喝了，我就不用再面对同样的障碍，我就跨过了，至少化解了一个障碍。